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这个屏东邦山第一线，昨深夜发生一件真使人惊吓的死亡的车祸。这个行动无方便，66岁乡亲要过大路，前后互2台车撞到交过，当场死亡，而且是搞到这个遗体四散破碎。弄死人的拖板车的驾驶过来逃走。 警方最后是伫台东的太麻里抓到这个驾驶，在地乡亲讲，这个路口无青红灯，嘛无监视器，不时都咧出车祸。昨暝10点外，一个老先生伫第一线互人弄到，警方赶紧管制交通，等救护车来。老先生当场无命，现场无影像，到底是什么人甲弄的？警方初步调查，当时66岁老先生准备要过车路，幸好白色轿车弄到，佮有拖板车交过。警方依照监视器为面，约会伫台东的拖板车的驾驶、白色轿车驾驶嘛到案，要调查这件车祸的责任。那目前肇事车辆双方均已到案哦。那有关2部车辆肇事责任的部分，那本分局针对目击证人所见。 以及现场的相关基证，持续的来调查厘清中。因为无录影为面，所以讲2台车的责任爱搁调查。不过老先生不幸死亡，和亲戚朋友拢真艰苦。因为只发生意外，唔是头一摆。在地人讲，这个路口拢无青红灯，大台车拢驶足紧的出门，真烦恼。介危险嘛？敢会介接车好？介接啊，但是足接的，足接的啊。迄无面对，我这也无用电，也无用迄个，遐灯弯一面。 车一直看啊，或者弯都看袂介清楚啊。在地人希望讲，相关的单位会使听到伊的心声，赶紧到一寡交通设备，也若无有可能，会阁有人甲这个老先生同款的命运。